大酒樓，亦都唔係做私房菜，而係還自己一個心願，做順德嘅地地道道、平靚正嘅。啱啱福建翻嚟啊吓，即刻就行過去工地睇睇，哇！你睇我個招牌大到，哇，唔知幾多米長啊！嗱，我依家話俾你知喺邊度，你哋都知啦啩，帶你入去參觀一下，準備要開業啦！我呢間店呢2000幾個鋪，今次呢壞咯，加勢咯，升就好多人就業啦，好多人冇嘢做嘅，快啲過嚟揾我！依家我哋呢度嘅全部整緊乜嘢，唔使講啦，嗱，魚翅已經開始同你做啦！師傅大唔大，乾唔乾淨，唔使講，因為我係一個有潔癖嘅人，必須要全部搞得佢粒粒靚啊！一嗰個部位，一嗰個方位帶你哋去，玻璃全部已經同你裝好啦吓！我點解要開呢間店呢？呢間店係我嘅夢想之店，我等下慢慢講俾你知，我點解要投入幾百萬要開呢一種店？呢一種店仲要係成個順德街冇人有嘅。嗱，嚟到就我嘅燒臘檔啦！佢要派千頭，點解呢？因為我爺爺在生嗰陣時有一條獨家嘅燒臘配方，哇，太好食啦！呢條配方喺順德街我未食過佢呢一種嘅配方，冇辦法，我一定要為你哋切慳千頭嘅，呢個係我一直以嚟嘅心願。Hello， 要上妝定下妝？今日係最後鋪貼嘅倒計時啊，真係快啊，好緊張啊！今日我要正式公開啦，因為我知道好多人仲喺度猜我做緊乜嘢，點解要開實體店？點解喺咁低微嘅時候仲要攞幾百萬行過嚟做實體店？係唔係有個攞針水，定係我俾人哋洗腦？No，因為我係一個有要求嘅人，我亦都係一個順德人，我每一年齋食飯、齋應酬，最少要用40萬。既然我俾40萬人哋，我倒不如自己開一間餐飲店。開呢一間餐飲店呢，好多人都唔贊成，甚至我屋企全部係反對嘅，只有我自己極力要做。點解？因為我擁有一班嘅粉絲，我做互聯網已經6年嘅時間，前後所有嘅號加埋有300幾萬嘅粉絲。有好多人同我講，表姐，順德有咩好食啊？順德邊度嘅嘢好食？介紹一下。唔需要介紹啦，今次，因為我自己已經擁有一班實力派嘅師傅，呢班師傅係我已經識好耐嘅，願意辭工過嚟幫我手。因為乜嘢？因為人品嘅問題。我識佢哋咁多年，佢知道我為人，甚至有好多粉絲依家係冇嘢做嘅，揾到嘢做嘅，只要你有實力嘅，歡迎過嚟表姐嘅2000幾百方嘅餐飲實體店啊！嗱，我呢間店呢，唔係做大酒樓，亦都唔係做私房菜，而係還自己一個心願，做順德嘅地地道道、平靚正嘅。話俾你知，到時候就會同你揭曉啦。話又講到呢度啦，點解佢哋會願意喺印地度嘅辭工行過嚟幫我呢？因為我呢度嘅全部講股份制，唔需要去投資任何嘢，只要你跟我賺到錢，月同你分銀錢。呢啲係我做人嘅初心，你跟我呢個係新嘅起點，新嘅開始，我唔會令到你哋失望噶。服務員、部長、廚師、刺身、燒臘唔使啦，因為我有自己嘅方，只要你冇嘢做嘅，有 power 嘅，過嚟 ，come on！ 餐飲嘅同行，我嚟啦，拭目以待，關注一下，今個月即將要開業。